大家好，又係我中指人啊！好，賣下廣告先。呢幾日都寫咗幾篇稿，有興趣就上我 Facebook 睇完俾個 like 支持下。今日想同大家講下呢個白卡佬，侵嘅神經真係捉摸唔到。4月2日公佈向中國加關稅，加到36%，再加埋之前嘅嘢20%，足足有56%咁多，仲要拎住張關稅對數表出嚟演講，真心癲。有冇睇過龍珠嘅悟空出元氣彈啊？炸晒成個地球啊！美股道指、納指、標普500兩日狂插近10%，全球股市蒸發64,000億美金，跌勢勁過全紅嬋10米高台零水花插水。中國就第一時間出嚟企硬，即刻來一招七傷拳反擊啦！一律對美國所有進口商品增加34%關稅。大陸嘅立場態度係：我哋有晒上次中美貿易戰嘅經驗。唔嗨射你，不過呢個關稅係加喺美國所有進口商品，咁問題嚟啦。大陸出口商品條數又點計呢？上年各類商品總出口約5000億美金，有60%係出口美國，近4萬億港元。咁今後點先？唔通有一次將過剩嘅貨品輸出去一帶一路，其他國家都有俾美國 upgrade 個關稅啊，大哥。佢哋大部分仲要係丐幫，而印度又有牙齒印。遠啲嘅歐盟又歡唔歡你先？呢個淨貨品點輸出去？輸死你就有份。呢鑊最受影響嘅係工廠，大陸嘅工廠，就算佢哋接咗單，都要諗諗做唔做。大量加關稅，直接影響邊際利潤，白做都算好啦，冇理由蝕做瓜。今年已經生意唔好，保觀望態度啦。而家好多大陸廠都打算停工、停電、停廠啊！而家先至4月。多數係做半年後交貨嘅訂單，除非啲高增長類、利潤高嘅消費品啦。如果唔係，一啲比較低價格貨品，喺咁高嘅關稅下，相信都幾難賣去美國。呢種生產線一停，就會影響就業，人民消費能力下降，惡性循環，之後就引發通縮。相信無論大陸廠家老闆對接唔接訂單，到工人保住飯碗呢個題目上，都相當頭痕。當然，對抗關稅另一方法係轉嫁俾消費者，又係死症。啲嘢咁貴咪唔消費咯，除非係必需品、食物嗰啲，唔用會死嗰隻，都仲會賣得下嘅。你睇大陸講咗躺平幾多年，又睇下呢個躺平挑戰可以去到有幾下閒。咁唔講出口啦，其實有幾多嘢係由美國入口嘅呢？大致可以分幾大類。第一類高科技工業產品。好似半導體啊、晶片嗰啲，我哋成日聽嘅有 Intel、高通晶片、AMD 處理器，另外集成電路、飛機零部件、航空電子系統啦，我哋成日講嘅波音引擎等等，坐飛機就靠晒呢啲航空電子系統。另一種高科工業產品，關於醫療上面高準確度嘅醫療設備同藥品，例如做疫苗、抗癌藥嘅輝瑞同默克呢啲專利藥。以上我哋無時無刻都會接觸到。第二類農產品同食品，大豆穀物類啦。美國大豆出口有60%係入口中國，中國係最大嘅買家。點解要買咁多大豆呢？我講你聽，大豆最有價值唔係豆製品嘅本身，而係嗰啲由大豆提煉出嚟嘅豆油。呢啲油一直係用喺食品加工嘅，而生產完豆油嘅豆渣就係豬同牛嘅飼料。呢樣係最重要，因為中國人飲食習慣同請客文化對食肉需求勁大。另外，肉類同乳製品又係大陸飲食文化有關。美國肥牛啊、安格斯啊、黑毛豬啊，冇節制嘅食量同浪費，相信都唔使講，大家明。而 BB 仔奶粉最大入口商就係大家好熟悉嘅美贊臣，大家都聽過三聚氰胺噶啦，即係中國人唔食自己生產嘅奶粉。大家應該都明點解嘅。第三類能源化工產品，大量入口石油、液化天然氣、頁岩油，因為煤礦開發成本高，加上需求用量大，無論係天氣問題、新能源汽車，發電需求量係24年破晒紀錄。另外就係戰略能源儲備，化工原料就有我哋熟悉嘅立邦。第四類汽車、機械設備，電車已經係汽車嘅新常態。個個都話電車環保有型同埋配合國策，Tesla、福特、
通用汽車係國內需求熱切，人人都想買翻架炫耀嚇。而工業機械入口最多嘅係起樓同基建都會用到 Caterpillar 機器。第5類消費品及文化產品，我哋喺今次加關稅最關心嘅 iPhone， 會唔會早買平兩嚿，遲買貴幾千？蘋果每年都出新機，而家全世界市佔率去到 18.7%。iPhone 已經唔再只有中國生產，部分型號由印度生產，而越南就生產其他蘋果產品，好似 MacBook 咁。而部分 iPhone 型號會係美國進口，其他進嘅有 Dell 同 HP 嘅高階電腦、遊戲機 Xbox。而文化產品就有荷里活嘅電影版權，同埋大量美國大學線上課程。以上5大類就係由美國出口去大陸嘅產品。香港人咁有錢，梗係對 iPhone 最關心啦。以往全世界買 iPhone 最平嘅，當然喺美國，跟住係日本，香港排第3，大約同美國爭8嚿水。最貴係土耳其，足足貴1倍。第2關心嘅一定係喺馬路老是常出現嘅 Tesla 電車，跟住就應該係 BB 仔奶粉啦。美國牛肉，香港人好中意食放題噶，咪以為香港咁貴，我週末咪飛去日本走轉食個和牛咯，買水貨 iPhone 咯，一樣啫。我講你聽，機票相信都會因為原油啊零件進口嘅關稅轉嫁俾啲消費者，加價就成為大道理。咁搞法，香港人唯有焗住北上消費，即係香港零售業同食肆又再俾市場伸多腳大力嘅，哈，真係2倍嘅雪上加霜。但又可以樂觀啲睇嘅，香港對進出口貨品都仲未設關稅，始終白卡侵都係生意佬一名。中國擺出姿態冇得傾，咁點先？唔通真係唔傾咩？咪玩啦！耶穌同佛祖都講過，10個窗閂晒，總會有個為你而開嘅。香港咪就係呢隻窗咯。喂，可以做翻個超級代理人嘅角色喎，到時香港吸引啲大陸人又好，外國人又好，個個爭住嚟香港買嘢，又或者叫搶嘢啱啲。到時成街又係拉劫客，藥房又開到周街都係，業主又可以加租啦。之後咪又炒號咯，炒樓咯。諗起就興奮啦。所謂有危就有機啦。識唔識啊？幾十萬月薪嘅財金官員，我估下得唔得先？尋日個市大跌3000點，咦？穿咗2萬喎，係咪熊仔度先？啱啱阿侵喺 X 出咗條貼文，大意係要中國反撤對美國嘅關稅，唔係4月9日開始又加你58%關稅。又睇下中國點拆先。以我中智人咁多年買股票血的經驗，得出個結論就係，錢多都唔使爭住坐艇嘅。近日飲早茶，經常係酒樓聽到啲阿伯，好似財金官員咁發表偉論。嗱，佢講得大聲咋，我冇偷聽㗎。佢同身邊啲阿姐係咁講 ，AI 好勁啊，有作為啊，我睇好啊，要買㗎。都等巴士，又有人大聲講有冇入呢隻股入嗰隻股，我咪又聽下咯。而我啲屋企人又細聲同我講，喂，聽日實會去到25000，咪又聽下咯。真係周圍有人講股講到你聽到嗰陣就要小心啲，市場咁唔穩定，大家小心睇住個荷包。而一眾嘅打工仔除咗要睇10份工，仲要面對新一輪嘅滯脹。雖然話關關難過關關過，但係呢一關唔知要捱幾耐。好，今日吹住咁多，記得俾個讚我，訂閱分享俾朋友，我哋下次見。